Just 点亮，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3年12月28号，公元2017年2月24号。这期的主要新闻有：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圆满结束对日本的访问行程；欧洲回声呼吁国际社会调查丹增德烈仁波切离奇死亡案。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代表参加南非会议暨国情咨文发表活动。藏人行政中央举行首次西藏妇女妇权会议。藏人行政中央在英国加强其政治宣传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上周三2月15号，在对日本大阪市进行访问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博士，在日本远藏组织雪山下的火焰的组织下，向当地的约200多名民众发表了以西藏的悲剧前进的道路是什么和为什么西藏对亚洲有影响为主题的公开演讲活动。司政罗萨桑格在演讲中指出，要了解中国，首先一定要了解西藏。中国的影响力在亚洲无处不在。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人们没有注意到60年前西藏发生了什么。如果西藏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所有亚洲佛教国家都能推进中国向前迈进。司政表示，日本人民对西藏问题的支持，这对亚洲所有佛教国家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也代表着正义、非暴力和民主，同时也正是在中共统治下遭受压迫的境内西藏人民的极大鼓励。司政还谈到，中共政府要承认，在下一世达赖喇嘛转世方面，中共没有任何合法性地位。司政表示，看看这些历史记录，中共当局在西藏破坏了98%的寺院，驱逐了99%的僧侣和尼姑，至今仍然诋毁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因此他们必须要接受，在达赖喇嘛的转世方面没有任何信誉和合法性可言。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最后还敦促日本大阪市的民众鼓励本地区议员共同支持西藏的正义事业，并通过在新闻媒体上撰写文章来提高对西藏问题的了解。此外，2月16号，司政罗萨桑格在东京发表了以领导力和韧性为主题的演讲。当天，司政还参访了日本首都东京的弘安寺。该寺自第13世达赖喇嘛时期以来，一直和西藏保持着与宗教和文化的联系。本月18号，司政罗萨桑格在圆满完成对日本的访问后，启程返回印度北部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此外，正在欧洲进行西藏人权宣传活动的已故丹增德烈仁波切侄女尼玛拉姆呼吁国际社会调查丹增德烈仁波切在中国监狱里离奇死亡的原因。此次在欧洲5大城市，即德国、捷克共和国、瑞典、丹麦和西班牙为期2周的西藏人权宣传活动中，尼玛拉姆会见了该地区一些外交官、议员、国际人权组织代表、媒体和远藏团体等。尼玛拉姆在拜见各国官员时，受到不同地区和不同领域领导者的欢迎和赞扬。德国人权专员巴夫科夫勒博士赞扬尼玛拉姆捍卫人权的这一勇气，并强调中共当局在西藏侵犯人权行径中目击证人的重要性。捷克共和国外交部人权与过渡政策司司长塞文克先生向尼玛拉姆保证，就西藏人权问题，他将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包括在即将召开的第34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将会提出日益恶化的西藏人权状况。尼玛拉姆谈到西藏境内目前情况时表示，自从中共政府监禁丹增德烈仁波切以来，他和他的家人常常遭到中国当局的骚扰和恐吓，而这也是每一位西藏政治犯家属正在面临的遭遇。尼玛拉姆表示，欧洲对西藏的长期支持是鼓舞人心的，这对藏人继续同中国政府的残酷高压政策进行非暴力抗争给予了希望，
勇气和动力。为期2周的西藏人权宣传活动是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人权事务处与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主办。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及当地藏人社区还给予协助，在各方努力下，圆满完成了此次的国际人权宣传活动。本月9号，南非英卡塔自由党邀请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代表欧朱多杰先生出席2017年国情咨文发表活动。2017年国情咨文发表活动上，还邀请到祖鲁兰区市市长、台湾驻南非办事处代表、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负责人克里斯汀女士等。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代表欧朱多杰先生在进入议会大楼之前，与英卡塔自由党主席麦嘎苏图特布莱奇王子以及11名议员进行了会晤，并谈及了有关西藏问题。代表欧朱多杰先生到开普敦参加南非议会和2017年国情咨文发表活动后，欧朱多杰先生借此机会于本月10号还会晤了支持西藏小组成员，也向该组织成员介绍了西藏目前的紧张局势。随后，欧朱多杰先生感谢各成员的鼎力支持，并请求他们今后继续支持西藏自由事业。本周二，2月21号，由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妇女权益发展处举办的首届西藏妇女权益大会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召开。西藏政治领导人斯珍罗桑桑格博士应邀出席了大会开幕仪式，并发表了讲话。斯珍罗桑桑格博士在大会开幕式上强调，召开妇女权益会议是朝着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的共同意愿，即促进与发展西藏妇女在西藏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领导力和发扬慈悲精神的正确方向所迈出的第一步。斯珍罗桑桑格还指出，藏人行政中央各机构领导层女性的数量在持续增加中。举行此次会议的意愿不仅是倡导性别平等，而且是促进西藏妇女在社会、经济和政治运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斯珍罗桑桑格在大会开幕仪式上宣布，噶夏已经决定将每年的3月12号西藏妇女抗暴纪念日制定为西藏妇女日，今后将在各大流亡藏人社区统一举行官方纪念活动。斯珍表示，这一决定将反映西藏领导层和人民加快妇女赋权政策的集体意志。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阔拉仓索南多杰表示，该会议旨在对修订后的妇女赋权政策进行讲解，并开展公共知识宣传。为了有效地实施经过修订后的政策，特意展开了此次大会，并进一步接纳各阶层女性进行集思广益。根据西藏妇女赋权政策，本次会议列出了4大主题，分别为治理和领导，将性别观点纳入妇女权益发展进程，为实现妇女赋权打击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等。与会者分7个小组就妇女赋权政策进行讨论，并征求各阶层对有效实施妇女权利政策的建议。本次会议有来自流亡藏人社区及政治领域中以妇女为主的34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在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伦敦办事处的组织下，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夏琳达珍女士从本月4号至12号对伦敦展开了为期1周的参访。该活动旨在加强宣传西藏问题，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局势和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立场。期间，秘书长夏琳达珍女士应邀参加了在剑桥大学举行的宗教、民主主义和认同为主题的研讨会。会上，秘书长夏琳达珍女士围绕主题发表了演讲。
前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杰里米·格里斯托克、英国驻伊拉克问题特使和克伦·阿姆斯特朗先生等重要人士也受邀参加了该研讨会。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为了加强宣传西藏问题，在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主任贝德西·阿南德教授的主持下，又举行了解决西藏问题中间道路政策的重要性为主题的研讨会。秘书长夏琳达任女士还同英国国会支持西藏小组各成员和各党派小组成员间举行了互动交流，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星期五再会。在此提前祝海内外藏人同胞藏历火鸡新年快乐，祝您在新的一年里阖家安康，万事如意，罗萨珍斯蒂列，并特别感谢您对本周西藏华语节目的支持和关注。晚安。